小主播黄红军。未来有一束光，让我们把未来点亮吧。让我们欣赏由本校2年级的学生为大家带来的手语舞蹈《把未来点亮》，让我们共同感受他们纯净的力量。掌声有请！自由的飞翔，每一艘航船都有了方向，快乐的驶向幸福的远方。我看见大地盛开绿色的希望，向日葵张开笑脸，凝望着太阳。每一棵小草都努力生长，执着朝着天空的方向。我看见一道光，它比明天亮，幸福就是有你陪在我身旁，给我翅膀飞向希望的远方。心中的声音说，要像你一样，要拥有一道光，把未来点亮。有你就有温暖，有甜蜜的梦想，手牵着手，传递美好和力量，生生不息的希望，会穿越时光。我看见大地盛开绿色的希望，向日葵张开笑脸，凝望着太阳。每一棵小草都努力生长，执着朝着天空的方向。我看见一道光，把黎明点亮，幸福就是有你陪在我身旁，给我翅膀飞向希望的远方。心中的声音说，要像你一样，要拥有一道光，把未来点亮。有你就有温暖，有甜蜜的梦想，手牵着手，传递美好的力量，生生不息的希望，会穿越时光。拥有一道光，把未来点亮。有你就有温暖，有甜蜜的梦想，手牵着手，传递美好的力量，生生不息的希望，会穿越时光。谢谢2年级的学生，也谢谢他们的指导老师有郑可爱老师、苏慧森老师以及戴。把未来点亮，祝毕业生毕业快乐，前程似锦，未来可期。感谢大家收看新桥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及分享哦。